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，我是阿明詹伟民。咱咧讲哦，小花都爱莲盆。今日的来宾陈文辉，伊是对台湾这片土地上界本质的这款心意。过去伊做着政治工作，伫咧国会问政，都爱追求社会这个真相。伊嘛创立花桃园园区，做这套小花啊，嘛服务台湾完成整的这个实物，打造台湾的这个造景。这是对生活出发的艺术美感的真。这世人拢咧追求咱头头讲的，这是真啊吼！文艺复兴，花啊情，辉煌人生，爱论证。今日台湾新闻界文化新台湾出来看伊的故事。这是花桃园环境教育园区，对园区的名“花”就是花的古字，代表这个园区有花、草肥和油三项物件的结合。行在园区内底，四界拢看得到五花杂色的食物。这个主人叫陈文辉，伊希望讲这个园区会使让更较侪人了解属于台湾的工艺甲生态美丽。最主要是因为，阮太太是一个插花老师啦。啊，伊咧插花的时阵哦，才发现讲，中国插花也好，日本插花也好，吼，哪会拢无属咱家己台湾的这条做要插花的花杆啦、花瓣，吼，所以咱俗语定咧讲小花莲盆啦，时花莲盆嘛。小花莲盆的时阵哦，既然咱台湾有遮侪花，是安那无家己的这个做插花的瓣。吼，迄个杆啊，所以我唔才会开始去买这条山头，开始起这个药。陈文辉讲，自本伊只是想要建立台湾花艺艺术的文化，不过拄好因为园区就伫咧规大片的山坡地，伊怎开始想讲要安怎伫咧开垦的时，也保护大自然，让这个园区会使永续发展。这是一个山坡地嘛，所以伫咧山坡地内底，咱要安怎去甲开垦，要安怎去甲环保。吼，要安怎去甲保护伊原来嘅场景，所以安尼一步一步一步安尼伫咧累积起来，就是今仔日大家所看到嘅花桃窑就对啦，就是安尼啊。那想怎要叫做是环境教育园区咧？陈文辉讲，其实背后有一个保育的意义。伊迄个环境这两字，是因为我要申请迄个环保署规定的。迄个环境教育的场所，环境教育的场所爱具备的条件有两种，一种就是你大自然咧种植哦，比如讲人专业的咧种葡萄、吼种水果的，另外一种就是人文。阮花桃窑，阮摕到的就是用人文去申请的，人文就是讲，这个土地，台湾这个土地内底。本来人就有啥物树啊，本来人就有啥物花本来伊的地形地貌是安怎？照阮的原来拢不同去甲伊夹起来，安尼就对啦。教育意义就是遮，互咱需要互下一代哦，包括迄个哦，做行行顺顺，知影讲较拜托的台湾的水伫底，吼，一段一段一段。好，阮遮是属大安溪，哦，大安溪流域内底。伊水伫对安尼，一段一段在咧教育安尼。花桃园的水其实结合生态，也结合文化，请真侪企业家来遮行脚到。花的所在吼，才有研究性。因为呢，阮嘛有经营几下的这个游乐的事业。这游乐事业吼，你若有贯上吼，按这个台湾的文化，咱的乡土的水吼，这个要安尼永续经营。感觉讲无一个根，无一个底。当我熟悉这个文慧兄了后，感觉讲安尼我爱来甲伊学习。和其他5乐园区无共款的是，花桃园环境教育园区唔但有丰富的生态，来遮的人也会使学安怎烧花呀。陈文辉希望台湾会使有更较侪亲像安尼结合环境保育的园区，让更较侪人会使挖进大自然，欣赏大山大海的美丽。今日非常欢迎咱的这个文辉兄，哦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。
是啊，咱讲文辉兄做这个花桃药吼，啊过去咱嘛讲吼，伫遮创作咱来这个概念，就是讲烧花莲盆啦吼。迄当阵你嘛有讲到，因为太太是这个插花这个老师，啊，迄当阵咱无即款的这个器物来插花，所以你自头到尾，自无开始，豆豆来创作咱这个花桃药，真艰苦吗？迄个拢是人的一生的过程。因为最主要就是阮太太是中华花艺的种子老师。是。因为黄永川馆长吼，伊创造中华花艺嘛，啊，伊去找本来人有咧插花嘅各流派嘅老师来，是啊，变做种子学员，阮太太其中一个。所以阮太太咧讲，奇怪呢，啊，插花安那会无家己的花器，所以无咱来开一个药啊。是，啊，所以我毋才去做这个药。真正对毋捌安尼直个舞，安尼噗，一个安尼37年过。37年过啊，哦，有影，时间介久。毋过咱敢若长咧，你敢若长咧吼，所以你回忆敢若长诶，迄个记忆是啥物？啊，就是迄人的生命过程嘛。但是迄个生命过程内底，虽然我拄仔讲足简单，讲简单咱敢若长咧，但是这种的生命的累积，变做是咱的智慧。哦。啊，所以这个智慧伫咱我的身躯，回倒转来设计迄个花桃药的时阵咧，迄个感觉就无共。所以你到花桃药的时阵咧，阮的解说员会甲你介绍讲，哦，这个是迄个10年前，这个是20年前，啊，这个种的树啊，开的花啥呢？迄种安尼一个顺序，照迄个一年一四季迄个变化呢。变做安尼，就足欢喜啊。有影吼，啊，毋过讲到这个做花啊，过去无这个经验，自深开始的时阵，爱投入去的时阵，咱通讲这个忝头的所在会是啥物？完全毋捌嘛。啊，毋捌就敢若听人讲安尼，听人讲啊，就去做，啊，所以迄个失败率真悬嘛。啊，但是嘛个去紧加咧咧，喙去紧加咧啦吼。系啊，所以你讲啊遮，所以有当时咱咧欣赏讲啊，某人吼，做事个足成功，赚足侪钱。我感觉赚足侪钱，成功迄无重要。上重要你享受的就是迄个过程。生命的历程，迄个过程。是。安尼点点滴滴安尼吼，即马讲起来我还阁好，那个真笑脸啦吼，真怀念啦吼。啊。因为过去讲吼嘛是甲这个太太哈做伙来拍拼啦吼，啊其实咱嘛知影这个部分吼，真正是业绩出来，豆豆业绩，豆豆业绩。咱讲自无甲下吼，啊过去太太是插花，啊要去讨论讲这个园区安怎去打造，嘛是无这个设计图。是一年安尼塌起来，这个园区才豆豆出来。啊，本来就是安尼啊。设计图也无路用啊，因为根本咱看的册，伊拢是同篇嘛。结果你家己咧种的时阵，才知影讲哦，一年四季，什么时阵当时什么开什么花，啊，册内底讲这会当种什么树啊。是。结果也无一定就会活啦。拢嘛是家己爱课题啊，安尼直直一路一路安尼一步一脚印安尼啊。目屎流那目屎滴安尼，啊，两下我那完家安尼嘛是较完成。那完家哦。唉，讲到我真是，讲到遐心酸酸安尼是。其实吼，咱讲到太太，其实对这个花桃药这片土地吼，嘛是真有心啦吼。不过咱嘛知影，伊买手吼去出家，这嘛是伊的这个选择啦吼。因为阮太太伊。到尾啊，伊感觉讲囡仔大汉啊，伊本来伊插花老师，伊去佛堂插花啦。是。啊，阮太太就讲，伊去佛堂插花，伊接受到佛法。伊才感觉讲，伊要去读佛教学院。是。阮太太毋是看讲要出家就出家，毋是安尼啦。人伊是先去读佛教学院。啊，伊佛教伊的规定嘛，伊要摕到什么地位，摕到什么地位啊？啊，去读佛教学院啊！是啊，佛教学院了后，伊就感觉咱的囡仔拢大汉啊，该留学的拢留学啊，哦啊，所以讲安尼伊要出家啊，是安尼，迄情形是安尼啦。是，不过咱嘛看到讲，其实买手吼，这个身体较无好啦吼，你嘛有甲伊讲一句话，叫伊若是要倒来厝，这拢是永远你的厝啦吼。翁某，我敢若会当讲一句话尔。哦，你决心
要去收笔，我无意见。但是这个厝是你的，你要转来随时会当转，就安尼尔。是。有影啦吼，所以你嘛，就是伫花桃药内底吼嘛，打造一个佛堂，互伊啦吼。其实哦，伊嘛是强在有咧转来。其实咱讲打造这片这个佛堂以外吼，其实一草一木，拢是吼过去豆豆安尼种出来。咱讲内底保存了真侪这个台湾的原生种的这个食物啦吼。而且你嘛用吼3种食物来代表咱台湾人的这个3种这个人格也好，人性也好啦吼。其中有这个槟榔树啊也好啦吼，还是讲这个野花吼，拢是代表这个咱台湾人的这个个性。因为我咧种花的中间吼，我才感觉讲票，平常我才去想着讲，做一个台湾人与生俱来，咱有2个朋友，是地动甲风台。哦，地动啊风台啦，都是台湾人的朋友。就咱的朋友嘛，你想袂开啊？是所以土地看的人、地动人、地动是水灾来搬煞，台湾毋是。是地动来厝岛重建，地动来迄了做水灾来产阴重话。迄真正就是咱台湾人的精神啊！所以台湾人的精神内底咧，我咧种花中间，我发现着讲，有3种花会当做代表，一个是野姜花，野姜花嘛是外来种啊，荷兰人引进的呢。但是庄卡人拢甲伊种伫田边啊，种伫田边啊有啥物好处？第一，你阴田的时阵，伊共款食会着水。哦。你稻啊野肥的时阵，伊嘛食会着，是，唔免加开成本啦。即摆咱咧扑迄个田花咧整理的时阵咧，你甲扑掉，伊嘛共款个发起来，发起来。是。一点毫无怨尤，真正足台湾人的精神，无怨言啦吼，无怨叹嘛，足甘愿的。是，有影啦吼。第一，就是迄个石床阁，迄石床阁啊，咧开花有够水，是，但是咧，你看咧花介水，歹势，石床阁介水，开花介水，但是咧，伊无爱食肥，无爱互你压水。家己都要性命活起来。对啊，哪有这个植物啊？你如果压水，伊就偏偏唔开花，干那下叶啊，就咧水起来。你若个叶肥，伊嘛叶啊水，袂开花。你想讲世间哪有这款代志？动物啊，搁满钱，唔免开我的钱，了我的工去叶肥，想花搁开只水，要去甲加，就是咧，偏偏伊搁有刺会甲你插。这拢是这个食物伊本地这个性也好啦。台湾人爱控制啊。行运动这条路啦吼，亲像真侪人伫咧街头顶咧运动安尼。是啊。哎啊，所以咱这个土地真真正正住伫这个土地的人，是有迄个潜在意识，就是讲真真正正，就是讲我会忍受。是。你讲我甲最阴健康的时阵，我会某种程度的反抗。是。所以我对这植物的观察吼，感觉真有意思，真趣味啊。有影啦吼，这是第2种，佫有一种，这是槟榔树。槟榔是。槟榔树吼，足奇怪，伊足铺根的，开甲足迄个直安尼，伊铺根，但是足奇怪的，风台来槟榔树也毋捌倒。风吹不倒，终年常绿，果实累累，耐吃耐用。迄真正就适合咱台湾这个土地嘛。台湾来槟榔树也毋捌倒。是，系啊。对，所以咱讲吼，这个台湾吼，这3种食物代表台湾人的这个个性也好，还是讲吼精神也好啦吼。其实咱当自家来看讲，其实你嘛是真认同台湾这片土地啦吼。本来就是啊，这土地是咱的嘛。是。咱上条。唔是讲干那认同，就是讲咱要安怎甲全世界讲，是，阮这个土地的水，水伫对，有影，唔是干那政治面，是，上条上植物面，植物，
文化面，咱有咱的特色嘛。尤其咱这个你讲特色就是咱的啊。是，尤其咱讲这个园区内底，就是保留这款这个原生种的这个食物。你嘛讲这个外来种，你嘛把它当做是台湾的这个原生。本来就是啊。咱台湾就是一种移民的这个社会啦吼。所以我拄仔讲的原生种以外，或者槟榔、野姜花，石川阁，这拢是外来种。是。因为咱这种历史的偶然。是。台湾这个土地内底，有原自17世纪进前是生番无所属的年代。都唔打像个嘛。是。好，人个有原，咱本来土地就有个原住民。好，荷兰人引进，西班牙人引进，英国人引进，清朝地仙宫引进，国民政府来引进，所以咱台湾这个土地透过植物是，迄已经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。有影。尤其咱的顶代一代一代咧透过迄个叫做植物咧生活时阵咧，因所有做来迄个叫做引起的一种文字、七字簿啊歌，是迄个教育，拢甲植物有关系啊。有影。所以咱能看到吼，就是这个园区内底，唔那干那灰啊尔，佮原生种的这个食物，其实拢保存伫这个咱讲的这个花桃药这个园区内底啦吼。唔那干那咱干那讲尔吼，其实真侪人拢甲你肯定的吼，真侪咱亲像讲吼，有这个 Nice 集团的吼，佮有咱讲真侪董事长拢来甲你遮行大一个。因来，咱最主要就是要甲伊讲，这个土地，咱的文化，台湾已经民主化。民主化了后，咱要安怎互咱住伫这个土地的人共同会当生活？是。唔免搁伫遐迄个叫做迄个为了政治的理念无共，伫遐争来争去安尼吼，迄就是建构多文化相融的在地生活美学。迄就是发达后，到即卖还搁咧努力啊。是。就是讲大家来拍拼来夹，多文化会当夹做伙，嘿，个当今的社会啊。是。好，若安尼，咱要对对做起，我就定咧讲，就讲对流域来做起，流域文化啦。因为我的时代咧读的册就是长江黄河孕育着伟大的中华民族。是。若安尼，淡水河流域伫对，大安溪流域伫对，大甲溪流域伫对，罗水溪流域伫对，拢无人去讲这。就是甲咱台湾这个溪也好，河也好，拢有关系。完全有关系。是，咱嘛要继续带这个观众朋友来看吼。其实咱头头讲到这是另外一种身份啦吼，就是咱头头讲立委问政这地吼，政治路你的这人生的档势是啥？咱想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。陈文辉即阵的心思，拢伫咧要以花都油内底园区的势头。毋过其实伊是行政治的，伊讲政治和艺术其实是完全无共的概念。毋过也有小可要共的所在，迄就是因拢伫咧追求一字，迄叫做真。因为我从事政治嘅开始，毋是讲阮为着功名，去选举要来得到功名，要来做迄个趁钱去，毋是啊，阮是对迄个叫做威权时代，感觉讲咱的政府太安尼，开始抗争开始的嘛。谁来会去抗争？咱是要求真，就是讲你本来甲阮讲的，阮读国民党政府的册，你本来就甲阮讲做迄个立法委员的任期是3年一任，迄个省议员是4年一任，你国会乃万年无改选，已经30-40年啊，所以阮感觉安尼袂使抗争。所以这个中间其实一个道理尔，我们要爱真真正的真，小摇做事业同款啊，爱趁钱，你为着要趁钱，你爱产品爱卖出去，所以你咧做产品的过程中咧，一步一脚印，一步一脚印，你所要求的就是真嘛。所以政治甲做花啊，甲小摇，甲我外口种树啊。树啊毛，树啊有生命呢，植物呢还有生命呢。我们要求的就讲了几字，真跟永续。花都油园区也有一个正大的特色，不管你行到倒位，拢看到这种红砖仔壁，也有乌遐，这是正罕见的高等建筑。陈文辉是讲甲真有自信，伊认为这是世界上上界水的景观。
37年来，我经营花头窑，我相当坚持的就是啥？就是我要把台湾的水留落来。台湾的水留落来，就是讲你唔免行遐远，哦，唔免走遐快，去看到个小台湾的素颜，就是留伫花头窑。看树啊，有几千种的树种，哦，看烧灰有迄个炉火纯青艺台湾人的人命，看规个天园设计，哦，红砖啊壁，红砖啊壁，乌鸦双四门，迄是全世界上水的米虾。安内水也互游客学了解特质。我是那个台中县会节人会40届的会长，哦，因为我们这都是咧疫情的关系，所以阮拢会去找一寡较户外，这个苗栗的地方吼是足好的所在，所以这花头也风评袂歹，所以阮会参阮会友吼，规家伙拢来遮佚佗，都翕相。我是感觉遮古色古香，吼嘛足适合阮所有的会友来这边吼佚佗，因为阮的会友拢有老中青，有80几岁、70几、50几、60几拢有，所以真适合阮遮。真有古早味的花都窑环境教育园区，其实无受到疫情的影响，也是有侪游客来遮佚佗行踏。不得确，这就是陈文辉伊所讲的真。伊希望互更较侪人会使挖进大自然，体会台湾独一无二的水。这土地是咱的嘛，是，咱上条唔是讲干那认同，就是讲咱要安怎甲全世界讲，是，阮这个土地的水，水伫对，有影，哦，唔是干那政治面，是，哦，上条上植物面，是，哦，文化面，咱有咱的特色嘛，尤其你讲咱这个特色就是咱的啊，是。头拄后咱有听到吼，是对这个生活出发、艺术美感的真。即阵咱要来讲到，伫咧国会问政的真啊吼。其实选立委选几届？我唔那干那选立委啦。是。总来讲吼，包括选省议员吼，安尼我选9遍的。9遍吼。嘿。调几届？调2届。调2届，做一届立委，做一届这个官员。是关伫家乐内底。对。当选庙的县议员，一届是做立法委员。是，咱自这个县议员开始讲吼，迄当阵吼，因为这个咱会当讲这个政治家啦吼，迄当阵头这个下早的时阵去登记，但是小连刷下晡都互关押入去啊。系啊，哦，这段故事甲咱讲一下。无伊是安尼啦，因为介侪人，这拢过去吼，个威权时代的迄个产物啦。是。简单讲，就是讲，迄当时是我共助选，迄当时伫台湾也无民进党的时代，我就人就学了我足个演讲的啦，拢定来叫我去演讲啊，人咧选举安尼，所以我就去新竹市甲徐先生助选嘛，伊选市长。是。结果开票的时阵开袂出来嘛，选民不动嘛，并且啦吼，是。结果总是到尾啊，我才知影讲，总是爱去掠一个人拄巧。本来讲要掠迄省主席迄个林光华啦，嘛要掠做过县长迄个范振中啦，嘛要掠柯建明啦，到尾也想的唔好咧，因咧地缘的关系伤密切，掠一个吼较无知名度，地缘较远的地苗咧个，结果就是掠我，后头安尼，我就去去坐落啊，是，坐落要去坐落，个迄一天呐，遐拄好是。全国县议员嘅迄个登记开始啦，是，所以我早起登记好，下晡出庭互收啊，我才变做合法的候选人。我就开始就演讲啊，无开始就咧照定数来啊。迄阵的选拔法规定就是候选人若无在场不得演讲。要安怎？但是嘛是照办啊。是。所以苏迪芬。来演讲的时阵，竞总甲伊开迄个经过团票，苏迪芬就安尼慢慢啊立，慢慢啊立。社中庭
来上台演讲，安基昌上台演讲，拢是安尼搞到慢慢里，啊，全呢，吼，百姓乡亲才敢行我啦。啊，最后就是，阮太太拢无叮当，就是徛伫边啊，纹风不动安尼。啊，我的囡仔去唱一首阿爸的饭包啦。阿爸的饭包嘛。 好啊，所以这个向阳老师写的，向阳老师写啊简祥仁做的唱的歌嘛，是啊，他噗一下呢，我才变成全国嘅第一名，最高票当选票的县议员，对吧呢？啊，过来咧，哇，问题来啊！我的律师曾兆昌，啊个田在庭，啊，拢要求讲爱我出来交保安尼，啊，政府唔肯啊。 所以我才变做合法的当选人。啊，毋过县议会全国嘅县议会规定讲，议员判刑者爱取消资格。是。我偏偏佫毋是议员，我佫是议员当选人。啊，宣誓条例内底佫无规定讲，你当选几工内底爱去。 宣誓是，吼，你任期内底若最后一天才去宣誓，你就执行一天公务安尼。所以咧，啊，这个台湾省各县市议会议员奖金，因为我修正安尼。哦，不过咱讲吼，伫咧这个家内底啦吼，嘛是真侪种故事吼，伫遐开始，因为啥物册拢袂当看，开始打造。你家落内底吼。 哎，足嚣张的！我甲陈水扁，甲李义阳，即款做科技院副院长吧，甲郑南榕，叶志兰的老公啦哈，黄天福，啊，关做伙嘛，啊，一人一间，一人一间安尼，啊，就每一天有半小时的放风时间的，出来运动安尼吼，啊，去拄到一个萧正之。 伊讲：“陈先生，我看你这个面色吼，看你这个气势吼，你今麦在创啥？”我讲：“我伫咧营营看册啊。你看什么册拢无效。你一定要打坐。哦。我讲为什么要打坐？打坐能改变你的气质啊，让你将来出狱后，让你的乡亲跟你以前不一样啊。我讲要怎么打坐？我送你一本书。然后送我一本册，就是南怀瑾做的《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》。有啊，就是南怀瑾写的《静坐修道》。啊，做一刚开始我就静坐啊，静坐到今仔日啊。到今仔日是啊，所以阿明有看到。你阿明你拄啊，我提早来吼，咧时阵我就随时会当坐啊。有啊，像即阵我随时都会当安尼坐啊。系啊，互你的这个理路会当通啦吼。有影啦吼。啊，你坐人真会爽快嘛？是。啊，规个气拢轻松出来安就对啦。是啦，这是伫家的这个生活内底培养出来，甲呾吼，这个人生内底拢安尼照相做。啊，其实这个管理员头拄咱嘛讲到，这个后生唱这条阿爸的饭包啦吼，其实迄当阵写就是讲啊，每一天早起是天要乌乌，啊，这个阮头早入去灶骹来，啊，阿爸的饭包无半粒卵，3条菜脯啦吼，迄是这个你甲这个咱讲后生的感情是。迄阵的社会足简单的嘛，简祥仁、向阳咧做的，就是讲阿爸逐工爱带一个便当去溪埔搬沙蕉。是。啊，阮做囡仔、做囝的人拢想讲，阮逐工咧食饭，阿爸若出门换阮食，想讲阿爸一定食比阮较好。是。所以伊的便当内底最起码嘛有3粒卵。所以有一天，阮就较早爬起来，是踮脚步。阿爸还未出门的时阵，踮脚步偷偷去甲掀开阿爸的饭包，哪有饭，哪有卵，只有3条菜脯兼含鸡汤。这是你的故事，还是嘛是你共款爸爸的故事？这是向阳做的词，简祥仁唱的歌，是代表迄当时整个台湾社会，
艰苦出身，但是过去你因家咧，嘛是要鼓舞饲囝迄种的悲情。真正就是啊。是，咱嘛看到，其实哦，这是你当阵选管议员的时阵，这个咱头拄讲的后生所来唱吼，这个部分。而且伊读高中嘛。是，才高中尔。是啊，所以本来警长唔肯，啊，伫遐戒严的时阵，叫警察戒严的迄个时阵，米伫凉亭啊，甲唔敢徛出，热啊，雄雄嘿就弄出来。这就是台湾人的生命力。有影吼，其实咱讲你政治这条路啦吼，伫咧县议员了后，吼生命力伫咧展现，嘛搁伫咧国会内底啦吼。其实咱头拄嘛讲到，伫这个生活艺术上的这个真，吼是伫咧花桃窑，啊其实另外一个真，就是爱追求社会真相，伫咧国会啦吼。我感觉最重要啊。因为你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、一个族群、一个社会。那么可能无家己的文化，啊，所以我做国会议员的时阵，我一再甲农委会保持真好的关系。尤其我足欣赏农委会迄个主委，不，迄个林务局局长迄个李头生。伊一世人伊都读森林系的嘛，中兴森林系的了后，做甲迄个做局长退休。伊讲一句话嘛，走入森林，百病尽除。啊，这个道理共款嘛。我来设计花桃窑的时阵，就是讲花桃窑咱原来就有的树啊。是。哦，有的拢几百年啊。啊，这中间咱是会当甲补强，会当甲伊复育，吼啊，会当甲伊种一寡花花草草，互伊开花吼，来配合这树啊，甲搭配安尼就对啦。所以这个中间咱要展现的就是啥，就台湾这个土地的水，啊，这个土地的水，哦，台湾头、基隆头甲屏东尾，会当咱讲的就是流域文化。甲这个大安溪啦吼。大安溪是台湾气候的分水岭。你对台北开车哦，蒙眼大雾。是。去到火焰山大安溪，清啊，清啊，系啊，有影。啊，因为是气候的分水岭，啊，阮花桃窑拄啊是大安溪边啊，所以伫咧这个中间咧，咱适合这个土地，是适合这个环境的树啊，咱家种嘛。好，你要伫阳明山种的树啊，甲大安溪无共。无共款啊。你伫垦丁要种的树啊，无共哦。所以伫遮吼，啊，文你花一个时间，我足。一定要甲咱台湾人讲一句话，全世界，就敢若咱台湾有啥物件，北回归线，你甲摕一个地球仪甲说，北回规线经过的土地，敢若台湾这个土地，共一港内底哦，你会当对屏东看到热带植物了后，开车到阿里山、玉山看寒带植物，共一港，有影，全世界敢若台湾有。所以真正是一个宝岛啦吼。啊，其实咱嘛讲到这个花桃窑这个部分吼，迄当阵其实嘛是一个阿嬷的愿望啦吼。是啊。这个愿望，甲观众朋友了解一下。你讲阿嬷的愿望？是阿嬷啦吼，迄当阵我甲你讲，啊，你着选举咯吼，行遮深啦吼。啊，迄当阵因为选举做政治吼，爱卖厝啦吼，所以迄当阵本地伫苗栗较好过，但是买手爱选择伫咧较山坡地这个所在开始花桃窑。啊，因为山坡地，就是因为过去的传统，做花窑拢一定伫半山嘛。是。啊，你去开垦半山的时阵，才发现就讲，山袂使咧乌白拄咧呢。啊，毋则开始贴大安溪嘅特色，就是生态公园，即嘛叫做生态公园。就是咱的祖先来开垦的时阵咧，无阿摩土水泥的时代，啊用。迄个石头夹石头，迄毋是排，即摆个生态公园，迄是排石头啦，迄是砌石，阮用的是砌石头，就一个石头甲一个石头吼，爱有三电起来吼，爱有3点衔接啊，所以叫做生态公园。用安尼去做起来个时阵，就变做成的地方的特色啊。所以台大土木系的，常常嘛拢用阮遐做范本，水保局嘅迄个咧，甲学员介绍讲，迄个生态公园伊拢会带去阮遐看，安尼就对啦吼。啊，所以伫即个情形之下，阮就想，
啊，阮做囡仔看到的树啊，是那我唔要搁甲种起来。是。哦，比如讲，黄锦啊，就桂叶树啊，就是讲咱来咧吹桂的时阵吼，一定爱去挽迄个树叶啊。是。这甲叫做民俗，甲民俗有关系的树啊，阮就开始甲伊种。啊，是安怎囡仔来惊到爱去洗抹草，啥叫做抹草？阮就甲伊种起来。是，甲民俗有关系啦。当然，是啦吼，有影真正是，这个咱讲食物的这部分，真正是万地深坑啦吼，真正。哦，伊的学问有够济，啊，继续咱嘛要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，其实花头油伫咧即档吼，已经要37档啊吼，伫遮嘛是拄到有淡薄营运上的这个困难，但是这困难要安怎解决？安怎吼，甲这个后一代来做结合，咱先做伙来看。除了推动环境教育，陈文辉也希望花都油会使真做是地漂，有在地的特色。互国内外游客只要来到苗栗，就想到花都油。我那也已经到今日为止已经37年，但是37年嘅中间咧，阮拄到介侪困难嘛，但是一我拢在咧摆地，都是咬紧牙根，咱就是无论安怎，阮要改。继续的原因是啥？我要创造咱台湾的地标。台湾的地标在哪里？哦，足简单的嘛。哦，日本的观光客伊来到咱台湾，伊要看故宫，伊要去食鼎泰丰。哦，啊，我台湾鼎泰丰就是花头窑，我要就是我要做地标就是安尼嘛。要甲全世界展讲，足实的，阮台湾土地虽然小，但是阮这个土地内底。无同款的民族甲阮统治过所产生的人文、所产生的文化、所原来有的，迄就是我的特色。开垦山坡地有影真恶做，敬拜要施工，就爱看天公伯的目色。施工了后，这修复的时间也爱等真久。不过，就算讲是安尼，陈文辉也是甲喙齿紧夹咧。即阵已经经营这个花都窑教育园区37年啊。开垦的过程中，足简单的嘛，吼。你咧贴山坡地咧贴石头的时阵，向阳明仔载台风来，啊！你贴过遐拢，哦，就拢放落，拢无效，从头来，你知无？所以你所有的准备的钱，拢嘛要3倍以上。或者是讲，迄条做咧烧窑的过程中，火都压袂起来，啊压袂起来先直咧饲，佫袂使讲好全都放弃。哦，迄较受影，佫拄着啥，洋透风落雨。迄真正哦，迄个心情实在讲起来真心酸，但是心酸的过程就是一种勇气。陈文辉为着要展现在地的特色，伊对烧灰仔的材料，要搁伫咧园区内底做工课的卡手，伊拢坚持爱是苗栗出产的。阮这是苗栗土嘛，苗栗管家己的土，苗栗家己出产的寿司啊，苗栗的人工，苗栗的家己师傅的手艺。去夹起来，迄就是啥？就是咱在地的特色啦。这个专业的导览员，伊就是在地苗栗人，伊无伫咧市区做事，颠倒是定睛伫咧苗栗发挥伊的专长。我为什么会使来遮做工课？是因为其实有2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我迄阵啊学生的时阵，我加遮做工读生，因为阮兜就伫咧附近。啊，老尾大学毕业了后，有决定要做工课的时阵，要做正业的时阵。有一个同事甲我讲，你工课一定做了足熟的啊，这个环境你嘛有介意对无？我讲对，所以我就考虑了，我就决定先加遮做正业的工课，甲即嘛已经3年外。花都窑环境教育园区即阵已经成立37年啊。陈文辉讲，伊真感谢有这阵苗栗的师傅、导览员也个工作人员斗相挺，伊希望这个团队会使互园区永续经营，继续走向后一个37年。夜探斩马谈红绿，后一句合适猎回看野花。哦，这是2句伫咧这个对联啊。哦，花头药内底。系啊。咱头拄讲的第一句，夜探斩马谈红绿。是。对企业人来讲，就是讲你几百间的公司，
要安怎去指挥，叫做战马谈服略。是，哦，人个成吉思汗啊，你蒙古骑马来，削，啊，你要安怎去统治安尼？哦，迄简单讲就是讲政府的政策。是，你会当去国会去质询，吼啊，你会当做行政官。做总统是，但是时间到你也退休嘛，哦，你总是要有时间退休要创啥？嘿，歹势，来花头窑学谈文会，合适立会看夜会。好，我摕一张图给你，你只要立这粒会，这粒图你要甲立地杆啊嘛无要紧，立盘啊嘛无要紧。是，哦，顺续看一下夜会，看外口的夜草花草草安尼，迄就是一种人的调整嘛。人生命的自我调试，是，哎，就是安尼尔。可以慷慨，可以激昂，但是可以平淡。哦，这个对联真正是介有意思啦。我要讲意思是安尼。有影啦吼。啊，其实咱讲吼，也这个立会啊，看夜会，但是这阵立会看夜会，因为咱台湾无词啦。是。一般人咧讲台湾讲的词吼，就是初会甲幼会安尼分辨啦。但是叫做会。嘿，但是这阵吼，咱讲34档啊，拄着经营上的有困难性。啊，因为即马疫情嘛，啊，疫情去阮遐的人客，因为游览车无法度载嘛，是。啊，当然损失足济啊，但是我感觉一个过程，咱来配合政府，爱忍受，啦吼。嘿啊，用一个大环境来讲，较拜托咧，连遐先进的国家都死遐济人。啊，咱台湾一个小岛全国安尼吼，2300万人会当保持到今仔日，我感觉迄拢足公平的呢。迄毋是个人了钱的问题尔，迄个思考模式，那个思考模式都爱去考虑到全国啊。是。我们这个政府，哦，我是用这个角度。是。哎呀，伊就毋是用个人，我。那个损失多少钱？不对。所以咱这个花头油损失是细项代志啦吼，咱要思考的是搁较大项的这个代志。其实咱嘛看到个花头油内底，哦，真重要两个人物，也搁有这个查某囝甲后生嘛做伙来拍拼这地啦吼，就是讲你的这个意志，因要继续来甲你吼继续落去。对啊，啊，咱因为啊都生了这个家庭，哦啊，爸母就是安尼，啊，因当然。因家己感染嘛，细汉开始就一个感染嘛，感染的一个过程中，因家己的成长又都因自然有因的文化，所以咱要放互伊的，是，毋是财富，哦，就是讲，这个文化扩大解释，嘛是等于咱规个咱台湾的迄个这个叫做文化的素养，素养啦吼。啊，另外嘛是咱的事业，啊，所以要安怎继续经营，因拢有因家己一套啦。是。啊，这个一套吼，咱唔免去遐管。啊，其实咱嘛讲到这个第二代啦吼，咱讲除了这个后生甲查某囝，哦，查某囝嘛真甘心呢。啊，都足认真的，啊，都伊有伊的想法，啊，都互伊直直做去安尼。是。所以这想法，甲你有精彩的所在无？有较现代化。啊，咱唔免去遐管。是。嘿，因为万物咧生存吼。各有生存的法则郁郁黄花，无灰薄弱，青青翠竹，习为法身。一支阿嬷条眼架，一支草，一点露。是阿嬷啦吼。对你来讲嘛是真重要。当然咯，影响我一世人啊。头拄仔咱有问你啦吼，就是讲阿嬷迄当阵叫你讲啊，这个都。公马啦吼，千万唔通离开苗栗这个所在。啊对，系啊，迄是另外一段，就是讲，迄阵咱碰到迄个去选举去坐落的中间，啊，迄个叫做卖厝啦，卖厝，但是老妈敢若讲一句话讲，你要安怎卖搬山拢无要紧，但是公马哦，你唔好甲我搬离开咱的故乡万里。是，我万里人啊，系啊。所以阿嬷对你的情，甲这个，互你教的阿嬷的交代，阿嬷的交代，拢有听咧。所以乡亲啊，我直接想要讲一句话吼，传统性的老妈吼，咱的台湾的农家社会啦，伊少年嫁翁较安怎，伊个去紧嫁咧，就是要甲这个家顾起来，是，爱顾我啥你知？顾我一大孙50岁，哦。我做大孙是50岁迄一天，
生日，阿嬷一定叫我无论安怎爱回去。观众，请你听好这一段。阿嬷家己迄阵伊85岁啊，家己去撒一个面线，家己敲一粒卵安尼，哦，迄个面线卵啊，甲我做生日。别人拢袂使参加，干那阿嬷甲我伫边仔叫我伫咧食，然后咯，阿嬷伫咧念，家恁阿公吼安怎艰苦，啥。我想阿嬷哪会安尼，今仔哪会遐教会安尼伫念。后来我发现，真正台湾女性的演艺都是伫遮。阿嬷嫁来阮陈家，阿嬷嫁来恁陈家，甲恁阿公安怎，迄另外一回事。但是，我做一个女性，生囝生孙，到今仔日元孙50岁啊。对阿嬷来讲，对一个阿婆来讲，对一个女性来讲，我的责任完啊。自细汉咧，甲你捏到大汉。捏我孙50岁啊！50岁啊，捏我孙50岁啊！是。阿文这段你爱听清楚哦。伊生囝，佮生孙，佮孙50岁，你甲想台湾查某偌严嘅？对17岁、18岁开始嫁人，嫁啊，得来培养这个家庭，靠那艰苦个，伊都爱甲大孙咯，50岁。是。我责任已了啊！这个已经是啊，迄是阿嬷的心情啊。是。我都慢慢才去感受到台湾女性那啊，足严嘅。歹势，一般人咧讲台湾女性足严嘅吼，拢搞不清楚。迄个严嘅就是啥？饲一个鸡，顾一个鸡，朋友若来。翁婿带朋友倒转来，无论安怎嘛会去变2项啊物件来请人客。迄个勤俭又开朗。是。严硬的勤俭又开朗，但是平常咧顾家的时阵就是勤俭又硬朗。哦。严硬这2字就对遮来。是。硬朗。所以你感觉吼，阿嬷互你这个教示也好，你运用伫这个花头药顶面，还是讲？你对你的这个囝儿，我对生，拢应用阮一世人，包括我的孙、我的囝，安怎甲伊教？我都伊也无讲话嘛，伊迄个就是用伊的行动嘛。用行动啊。对，用行动啊。是。伊就点点啊，伊也毋捌咧骂孙啊啦。阿嬷讲一句话，孙做歹，老母会去骂。是。阿嬷毋免骂，伊就安尼啊。所以我阿嬷。102岁，102岁往生嘛，一世人都用2遍健保卡呢。一届就是去申请，一届就是往生嘛。啊，是。所以哦，讲到这吼也无歹势，我拢感觉做一个台湾人，尤其是咱台湾的女性，是。迄种个咱母系社会哦传落来迄个基因啦，迄种严硬嘛。足你家己足甘愿的安尼，是，对安尼。有影啦，所以你这个基因的这个部分，可能嘛是种着阿嬷吼。啊，就是安尼啊。咱的社会，咱的出身环境就是安尼啊。是。因为即款的物件，我感觉讲去包装伤假。你去遐包装无成嘛。是。所以我今仔就这个电视台，我就感觉讲，我要讲的，是，就是不管是我去共助选的，或者是。去参与做国会议员，或者是做花大爷，一路直咧行，我拢感觉我敢若真的啦嘛。有够真，有够顺的啦。啊，这嘿啊，这甲党派哪有关呢？无共，迄拢无，迄个无迄款这个部分啦吼。其实咱嘛讲着，阿嬷这句话你嘛记牢牢，就是讲公妈吼，千万袂当耍离开这个苗栗这个部分。是啊。阿嬷讲看到你哦，对苗栗人实在是真要义吼。咱讲花头药的这个员工，拢是苗栗人较济，拢阮在地嘛。啊，拢阮在地，阮是要来讲讲做，明仔载无生理，恁妈来上班，阮唔甘嘛。阮就赶紧，拜托个吼，来甲阮买一个肥仔啦，无人客，阮对肥仔的收入吼，互阮的员工会当发薪水嘛。是。因为
忽然间你会发现着讲花刀窑员工20个，啊，这20个是陪我陈文辉到我死呢。我都有够欢喜啊！是，因为陪伴啦吼。哎呀，迄都毋是讲做我做窑主的人，损失偌济，减偌济，啊，用成本观念来去计算就对啦。迄拢无共款。无共啦，迄是一个乡土情怀嘛。是。对标的这片土地啦吼。哎呀，对于咱家己员工嘛，因为迄种附近的人啊。是。哎呀，上久的这个员工对偌久啊？25年吧。哎呀，啊都拢安尼，啊所以吼，我无法度甲阿文甲咱的乡亲讲吼，咱这个小企业，但是不管是小企业还是大企业啦，我感觉讲，事业人。碰到困境的时阵，要安怎去解决？我拢感觉是员工的生活，迄是第一要紧的。是员工的生活。哎呀，大家经嘛，大家经我啦嘛。啊，其实阮的员工人家己嘛足清楚，今仔去都无工课，我去要创啥？啊，无要紧，你本来是负责做肥啊，啊，咱今仔无来办，负责煮饭的，无咱今仔来烤炒会使无？哦。家己拢会找这个石头来做啦吼。啊，窑主的倒位爱拼，你无看到，唔知我明仔载来上班，我来拼迄位啦。系啊。做伙建起来，做伙挺起来。对。嘛，亲像这个阿嬷的这个精神。就是安尼啊。呀，今日非常感谢咱的文辉兄来到咱节目现场，真正学到你的这个真啦吼，非常感谢，多谢。文艺复兴辉啊情，辉煌人生都爱论证。今日台湾新界文化新台湾，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，咱后回再会，多谢。感谢，多谢，感谢，感谢。